哇！我絕對有理由相信，熒幕前100% 嘅朋友嚟到香港嘅話咧，都一定有嚟過我身後嘅旺角，世界知名嘅旅遊勝地。喺呢度基本上你諗到嘅嘢都有得食同有得買啊！但係如果俾你住喺呢度，你會係一個點樣嘅體驗呢？真啊嘛！咁今日咧 Kenny 同大家嚟到香港西九龍嘅核心位置旺角區喎，喺我身後嘅進會咧已經入咗伙啦。Kenny 仲記得之前賣樓花嘅時期咧，完全賣到似鬼晒線啦。基本上咧每一轉咧佢都可以清袋嘅。當然最大得益之處咧就係佢身處一個咁當旺嘅位置啦。我哋嘅項目步行翻幾分鐘咧就可以去翻呢個旺角站同埋旺角東站嘅。一個站可以去到呢個九龍塘，2個站咧可以去到啟德添，而3個站咧仲可以去埋呢個高鐵站啊，5個站咧可以去埋我哋香港 CBD 金鐘添啊。咁除咗我哋旺角區本身已經有大量嘅民生店鋪之外咧，我哋個項目一落樓啊，行過對面就係佔地110萬尺嘅新世紀廣場啦，行多2步咧仲可以去到呢個佔地60萬尺嘅朗豪坊同埋80萬尺嘅奧海城添。無論飲食又好啦，交通嘅便利性都好咧，呢度絕對係你最頂流嘅選擇啦。咁廢話唔多講，即刻跟 Kenny 鏡頭去睇睇我哋嘅進會究竟發生咩事 ，Let's go！首先我哋睇第一間咧就係228尺，你以為開放式啊？嚟嘅係一房單位，一個228尺嘅單位點樣可以做到一房呢？跟 Kenny 入嚟望望啊！入嚟左手邊嘅位置，發展商已經幫你標配咗呢個 Samsung 拍卡指紋左級密碼門鎖噶啦。入到嚟整體空間咧，基本上可以講話有人睇晒嘅。嗰個3.15米咁高嘅樓底，整體望落去感覺咧非常之有空間感啊！而喺我右手邊呢個位置咧，發展商亦都幫你做一個開放式嘅入牆式廚房啊！有咩好處啊？對於我哋客廳影響就唔會好大啦。嗱，咁當然啦，點解我唔講客飯廳咧？因為始終我哋空間有限啦。再加上如果我哋買得一個一房或開放式單位都係住1至2個人嘅啫，所以我覺得飯廳就有少少多餘嘅。入到嚟啦，我哋會見到全部嘅電器品牌咧都採用最頂級嘅 Dietrich 法國皇室品牌啦，同埋 Moser 嘅抽氣扇、爐頭啊，全部一應俱全嘅。令我估唔到咧，一個220幾尺嘅一房單位竟然可以做到2.4米嘅大露台俾你，相當地誇張。由於我哋做咗3合1露台嘅關係啦，奶機平台啦、洗衣機啦、工作露台全部合併埋一齊嘅，所以你入到嚟整體空間咧非常地寬敞啊！而且咧出到嚟之後咧，我哋會見到前面就係旺角東嘅火車站嘅路軌位置啦。你望翻出去整個市景咧，你完全可以感嘆到哇，原來住喺旺角鬧市之中咧，都可以望到咁 city 嘅靚景嘅。雖然咧，我哋買個單位就細啦，但係你住得旺角，梗有啲朋友仔上嚟開 party 㗎嘛。如果有朋友仔上嚟咧，呢隻門咧就可以閂埋佢，保障翻你睡房嘅私隱啦。入到嚟睡房空間啦，最觸目找我眼球嘅位置，當然係一個大 L 型嘅採光面啦。我哋呢邊望翻出去咧，你可以想像下，每晚翻到嚟個天一熄燈，樓下開晒燈，繁星就在你腳下嘅感覺有幾正咧？咁我哋將咗套廁嘅設計，套廁咧我哋做咗企缸乾濕分離嘅，而且最開心咧，我哋有個明窗喺度，可以做翻個大對流，成個單位兩邊對流非常地舒服啊！而且企缸乾濕分離呢邊個空間咧，幾兩個 Kenny 應該都 OK 啊！做一個大型嘅鏡櫃啦，儲物量空間神奇地充足喎，而下邊亦都有大量嘅儲物空間嘅。除咗呢個一房之後咧，我哋仲有2隻開放式單位，而家 Kenny 即刻同你睇埋。咁跟住睇第二間咧，就係我哋嘅168尺嘅開放式單位啦。何謂開放式單位咧？就係一眼睇晒嘅單位，唔係就係開放式單位咯。嗱，首先一入門口左手邊呢一個位置咧，就已經係我哋開放式廚房噶啦。咁成個開放式廚房嘅格局咧，同啱我哋間大致上差唔多，都係相同嘅 Dietrich 啦，再加 Moser 嘅品牌嘅。而呢個位置真係好貼心，呢張